中华关议会3读通过就好保育土地条例，加做苗栗到台中以后全国第3个完成立法的县市，范围包括台14线以东、国道3号以北的地区。不过，环保团体和就好保育协会拢认为，这台14线以西嘛是就好重要生态地，应该要列入去保育范围。 就好倒伫咧路边已经无生命迹象，这是去年1月中华分园的路杀事件。为着要保护就好的生态，中华关议会12号3读通过就好保育土地条例，正做是苗栗县甲台中市了全国第3个完成就好保育立法的县市。自治条例通过以后，我们会利用各个管道来宣导，保护区里面的整个所有的开发都会比较友善。如果是慈湖的路径，我们尽量就会减少那个流浪狗的出入。条例明确画出就好出现的列区，范围是包括台14线以东、国道3号以北的地区。不过，中华环团提供农业部林业保育署公布的就好重要栖地图资，认为台14线以西北瓜山地区拢无接集，明显有漏高。一整个大片的这个八卦山地区，其实它在农业部的林保署所要求食物专家去做调查，所调查出来的结果，它其实也是所谓石虎的重要栖地。台湾就好保育协会强调，台14线曾经发生几落件就好落山，表示有就好穿越，无建议当作是为范围的边界。光台14线本身就有过很多起的石虎路杀，也就是代表石虎一定是要穿越台14线，不管是从东往西或从西往东。那我们拿台14线为边界，就是个不太适当的范围。环团甲协会拢认为，就好保育土地条例有修正的空间，应该避免互就好栖地丧失或者是破碎，才会当达到保护濒危物种的目的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